讲到阿根廷的经济礼拜，新总统米雷伊救经济政策求援是无起色，这钱是愈变愈薄，愈来愈细圆。阿根廷的中央银行嘛宣布讲，对这礼拜开始，会开始出一张1万块的纸票，过来阁要出一张2万块的。不过民众上界关心的，也是这物价到底当时才会较稳定。根据金融时报指出，阿根廷平均每个月物价起的情形，已经为2023年年底26%，降到2024年第一季的11%。大力推动经济改革的总统米雷伊讲，4月份平均的通货膨胀会当降到10以下。不过对百姓来讲，感受上深的，要是每一天伫咧卖场或者市店头内底，看到随时可能会改变商品的价销。当物价万项拢起，民众头一个反应就是减少消费，或者是外买品质好、价销较悬的物件，改买较普通或者是较俗的物件。Una galletita de agua, ya compraba todas las segundas marcas. 有卖衫的头家讲，虽然衫红排除伫优先采购的名单之外，不过甲1980年代政府国不奖发行名额8万披索的时代来比，即马出现1万块的纸票是无算啥。Lo que pasa es que esta vuelta está medio complicado, pues subió los impuestos, subieron los transportes. Está bien, algo había que hacer porque con el otro gobierno se le iba a explotar, era una bomba. 阿根廷民众消费的惯势要是真传统，买物件的时阵介意用现金，毋是用信用卡，甚至是所谓第三方支付。伫咧物价大起的时阵，买日常的用品或者是食物，都拢爱扎规纸的纸票出门。针对这点，阿根廷中央银行推出新版的纸票，面额是1万披索，是全体上大面额2000披索的5倍。希望安尼会当互民众减少扎现金的数量。若面额2万块的纸票，按算伫咧今年第4季的时阵发行。国际货币基金 IMF 伫阿根廷政府同意征税、甲减少支出等等的政策之下，2024年2月发行47亿美金的纾困予阿根廷。若即届发行1万披索面额的纸票，对消费大众的心理，或者是对未来经济走势的影响，会是啥款？也要观察。公视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